自从2025年9月初3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主唱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》下卷22章第10到5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》下卷第22章。上主救大卫脱离所有对敌甲扫罗的手了后，伊向上主念这首诗：上主是我的山寨，我的要塞，我的拯救者，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石盘，我要倚靠伊。伊是我的盾牌，救我的溃力，我的堡垒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拯救者。你有救我脱离强暴。我求叫应该受称赞的上主，我就得到解救脱离对敌。死亡的大影围困我，毁灭的大水互我惊。阴府的锁捆绑我，死亡的罗网网着我。我伫苦难中祈求上主，对我的上帝求救。伊伫伊的殿内听我的声，我的恳求有入伊的耳孔。伊受气，地就摇绝，天的根基嘛震动，摇搁绝。对伊的鼻孔有烟冲出，对伊的喙有火发出，连涂炭嘛倒起来。伊踢开天，亲身降临。伊骹下有厚厚的乌云，伊骑天使基路伯得爬，伊坐风的室显现。伊用黑暗做伊温密的所在，用水甲密云围起来做帐篷。伊发出月光，互炭倒起来。上主对天顶弹雷。至悬的上帝出声，伊射箭，互对敌四散；伊发出声呐，互因混乱。上主一个责备，鼻孔会开一个出，海底就露出，大地的根基嘛露现。伊对顶面伸手救我，对大水甲我救出来。伊救我脱离凶猛的对敌，脱离怨恨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我拄着灾难的时，因来攻击我，毋过上主是我的倚靠。伊带我到开阔安全的所在，伊救我，因为伊依爱我。上主因为我正直报答我，因为我的所做清气报赏我。我遵守上主的道路，毋捌做歹离开我的上帝。伊所有命令我有遵守，伊的规例我毋捌放杀。我伫伊的面前无通指责，我保守家己离开罪恶，因为我正直，上主报赏我。伫伊的目睭前，我的所做清气。自爱的人，你用自爱对待伊；顺全的人，你用顺全对待伊；清气的人，你用清气对待伊；毋过奸诈的人，你用冤巧对待伊；困苦的人，你解救伊；自高的人，你直视伊，甲伊降低。上主，你是我的灯。上主甲我的黑暗变做光明。我因为倚靠你，会当攻破敌军；倚靠我的上帝，会当跳过城墙。这位上帝，伊的道路完全。上主的话有过火锻炼。倚靠伊的，伊做盾牌保护因。上主以外，减有别个上帝。阮的上帝以外，减有石盘通倚靠。这位上帝是我坚固的要塞，伊
引带我行安全的路。伊互我的脚亲像鹿咬走，搁互我徛在直悬的所在。伊训练我的手咬高剑，互我的手划开重的弓。你用盾牌甲救我，你的帮赞互我坚强。你互我踏的地开阔安全，我的脚毋捌踏脱。我对我的对敌到入着因，因无灭亡，我袂倒转。我拍因忝忝，互因爬袂起来，到因倒伫我的骹下。你赐我气力，互我咬高剑。你互攻击我的人，拢降服伫我下面。你互我的对敌活转身逃走，搁互我消灭怨恨我的人。因求叫，无人救因；求叫上主，伊嘛无应。我甲因堆到喙喙，亲像地上的土粉；甲因吞踏，亲像街路的土糜。你救我脱离反叛我的人民，你保护我，互我做列邦的头。我毋捌的人民会服侍我，外邦的人屈身投降，因一个听到我的名就顺服。外邦的人失胆，行出因的阵地，准备要作战。上主永远活地，愿我瓦靠的石盘受称赞，愿救我的石盘上主受高举。伊就是为我伸冤迄位上帝，伊互众人降服伫我骹下。伊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你提拔我悬过攻击我的人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上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列邦中感谢你，唱歌称赞你的名。上主赐极大的救恩，互以设立的王，施落慈爱，互伊抹油选立的人，互大笔甲伊的后代直到永远。主唱歌，撒母耳记下卷22章是大笔回忆往事，上主唱的一首歌，内容和诗篇18篇差不多，拢相款。甲诗篇21篇同属君王感恩歌。感恩歌甲哀诉诗有密切关系，其中哀诉诗是诗篇中常见的祈祷，主要是个人也是共同敬拜的群体向上帝发出祈祷，恳求上帝救因脱离超越人所会当解决的危机。对个人而言，迄个危机可能是破洞病、灾祸，也是冤情；就群体而言，危机可能是天灾、瘟疫，也是外敌入侵。伫本章，大笔向上主唱歌，表达欢喜和感激，因为伊已经对惨况中得到解救。伫主前3000年初期，古代近东地区已经有各种诗歌的记录。大笔感谢上主抹油设立伊做王，重申上主甲伊立的约，这是延续撒母耳记下卷7章16节的重点。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，你的王位会建立到永远。上帝照着先知拿单对大笔宣布这个约，这是上主的恩典和伊永远的计划，毋是靠大笔的能力得到的。大笔之约是用亚伯拉罕之约做基础，现今以色列已经建立王国，
搁要展望迄以基督做王的永远国度。保罗引用诗篇18篇49节，说明上主的救恩也互外邦人。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伊要做万国的君王。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伫2024年10月初10到11日，伫真理大学举行原选70周年纪念活动。与会者包含在地原住民中会、4个族群区会，总人数超过1100人。活动有感恩礼拜、诗歌观摩甲运动联谊。感恩礼拜中，众人大声唱由总会、教会礼拜甲音乐委员会总主委董义甲教作词作曲的原选宣教70周年纪念歌，各为原住民青年甲大专宣教事工、原住民自觉自治、弱势族群甲性别公义，以及国家现况甲未来祈祷。伫活动中，无共族群彼此分享上帝的疼，见证上帝的荣耀。特别感谢阿拉上帝拯救伊脱离仇敌、死亡的浪涛、毁灭的急流、阴间的枷锁、昏蒙的网罗。伫困苦中，大卫犹原呼求上帝的帮赞。尽管大卫捌犯罪惹怒上帝，搁为这承受恶果，但是伊犹原决心投靠上帝，不断追求伊的道路，搁跟对伊。上帝是完美的存有，这观念毋是源自圣经，是希腊哲学的产品。伫圣经中，并无一再标榜上帝的完美，反倒是不断讲到伊互人脱离路野。大卫向这位上帝祈祷讲：主爱的人，你用主爱对待伊；顺全的人，你用顺全对待伊；清气的人，你用清气对待因；毋过奸诈的人，你用冤巧对待伊；困苦的人，你解救伊；自高的人，你敌视伊，甲伊降低。愿大卫的祈祷也成做你我的祈祷。默想伫礼拜中用心吟诵大册的诗歌，体会敬拜的真谛。伫礼拜中用心吟诵大册的诗歌，体会敬拜的真谛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感谢你的眷佑，互我的路径宽阔平坦，互我不致跋倒。求你持续引带我的脚步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